陈芊芊会喜欢这东西？毕竟你二人是阴马结缘。也是，既然心悦于我，我送什么，他便会喜欢什么。韩少君，三公主可在府中？回韩少君，刚才苏木苏公子来过，三公主随他急匆匆地往教坊司去了。教坊司？少君，您不是说他对您情根深重吗？怎么会去教坊司呢？女人不听话，得多加管束才行。对。你要买苏木？没错。那你说说，你为什么要买苏木？你为了他，隔三差五的来教坊司不够，还要把它买回去，日日相看。你府里不是已经有一个韩硕了吗？是他不好。我要苏木，并不是想要把他接到府中取乐。苏木不想待在教坊司，我替他赎身是想还他自由。至于韩硕，你能不能不要因为我老是跟他对着干啊？他不是你想的那样好欺负，他有武艺有谋略，只是被心急所困。你别总是看不起他。你看我这儿有几个人想当越人呢？你装什么活菩萨？就苏木现在这个名声，他能去哪儿啊？离了你，谁都可以欺压他，他能去哪儿安身呀？我已经为他想好去处了，反正用不着你管。谢谢。少君，你说这苏木不过是一名越人，三公主为何为了他和林家作对？这传闻中的三公主啊，当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越来越有意思，是什么意思？那晚她能低头向我道歉，看来并非传闻中的嚣张跋扈，反倒乖巧可爱。今日又能对上风花雪月，也并非传闻中的目不识丁。如今他救苏木于水火，也并非传闻中的暴虐成性，实则单纯善良。这么一想，还真是。三公主不过是想要一个越人，林七居然敢不给她，那就让林七手里的越人一个都不剩。那我们是把越人都杀了，还是把教坊司给点了？